恭喜哦！咱今仔日因为咱人在这世界上，生就是咱人开始，死是咱人生的一个结束。所以生甲死是咱人生的一个过程，嘛是咱无法度通去避免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呢，就是爱求一个因素，爱知影讲生安怎对啦。就亲像一个上水讲。伊甲陈小姐讲讲我有3个问题，我希望讲你在咱来台湾咧环岛的时阵呢，你甲我问看这3个问题。伊第一就是讲。